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9月16日，心旷神怡六，心焦虑来仰望你。我们今天的经文要读撒母耳记上第28章，一直读到最后31章。RPG 我们要祷告的金句记载在罗马书16章20节。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焦虑是人类正常的情绪反应，多数人在某些情况都会感到焦虑、紧张或不安，像是大考前、工作遇到麻烦，或是做重大决定时，都会有这种情绪。但是过度的焦虑则可能演变成焦虑症，对患者产生极大的压力，甚至会失去正常生活的能力。可见这个焦虑真的是让人都没有基本的能力跟尊严。这个焦虑当中还有一个是我们人最后都会要面临的，也就是所谓的死亡的焦虑，对自己自身死亡的想法而产生的焦虑，也就是对死亡的恐惧症。今天的经文28章，我们看到大卫也同样要面对这样死亡的焦虑。当大卫还居住在非利士境内的时候他觉得最安全的地方应该就是最危险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可能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以至于他决定这个寄居在这敌人非利士人当中。但今天的经文就面对了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之间战火再度要燃起，这让大卫面临可能要攻打自己的同胞以色列同胞尴尬的处境之下。那他怎么面对呢？这位神呢，实在是恩典满满的神但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子来让大卫有智慧。他的回答呢，对亚基王的征召，大卫没有正面同意或直接拒绝亚基王，只是含糊的话语带过。我相信这个对他来讲，这种情况是让他焦虑的。但幸好还没有失去生活的本能。但扫罗这边可是就不太妙了，因为非利士人大军来压境，让扫罗感到非常的害怕，甚至害怕他逃用巫术，要请已经过世的撒母耳来当顾问这可是犯了一个大罪跟大忌。我们的上主早就已经吩咐他们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我们看到扫罗他面对死亡的时候，那种死亡的焦虑跟恐惧，以至于他做错了决定。他知道明明不能这样做，但他就是选择这样做，真的是很可惜那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召唤鬼魂行巫术，这些是违背神的教导。扫罗明知故犯，他自己曾经严禁百姓参与这样的行为，如今他自己却因为焦虑，对死亡的焦虑，而借由这些错误的方式来寻求帮助。而这个错误的寻求方式起来的这个撒母耳的鬼魂，绝对不会是真的鬼魂，而是这些撒旦，他们知道怎么样来抓住扫罗的这个心。所以我们应该要非常的小心，就是说当我们人焦虑到一个没有能力处理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就会给魔鬼留地步的。持续我们也要继续来看30章，我们看到这个扫罗真的是他已经接收到这个鬼魂跟他讲的说他死期就要到了，他的这种心对死亡的焦虑但他不知道应该来寻求神那他整个人就软了。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大卫在30章的时候，他也面对这种的焦虑，
特别是当他已经确定不用参与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的战争，他就带着伙伴们回到居住的喜格拉，但等待的他们的不是家人的温暖的拥抱，而是一个危机。因为亚玛力人早就已经趁他们不在家的时候，把整座城洗劫一空，甚至火烧毁了房舍和田地。更重要的是，他们掳走了他们的儿女妻子。跟随大卫的人，他当然很生气，非常的愤怒，不是愤怒敌人，而是愤怒想要用石头打死大卫啊！你看，我们人真的是到了一个死亡面对没有路走的时候，那种不只是焦虑，还愤怒到根本就是做错了决定，不是把矛头来指向敌人，却是指向带领他们的大卫。这次让大卫更陷入那个困境。可是这回大卫知道要来寻求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给我们的一个选择。因为依靠上帝，因为上帝是爱，他没有要让跟随他的人陷入那样子的绝望绝境当中。我们看到第30节的一个结局是这么样的好，让人出乎意料之外的。因为大卫他坚定依靠神的帮助，和伙伴们齐心夺回了最珍贵的家人。爱的力量真的是可以带来神迹奇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了不管怎么样的威胁，我们真的要知道谁是我们的依靠。如果我们不知道，真的是很可惜，一生即便神拣选你，神也愿意帮助你。我们看到第31章其实是心里很难过，除了他是最后的结局，撒母耳记上也是扫罗跟他儿子约拿单最后的结局。即便约拿单跟他的父亲信念是不一样，但他对他父亲的爱跟尊重仍然深植他心。最后跟随扫罗的人都在死亡，在最后在死亡画下了句点，当然让人家很惋惜。但谁不会有死亡呢？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的盼望是我们有没有永生。如果我们没有永生，光我们想到我们自身死亡，我们就够焦虑了，就够恐惧了，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焦虑的时候，或许我们会想要逃离，不想面对，会让我们觉得面对焦虑逃离会让我们比较自在，但却是将我们困住，让我们动弹不得。特别死亡我们是逃不掉，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所亲爱的，我们也可能要面对那死亡所带来的那种焦虑，使我们失去正常生活的能力。好不好？我们来仰望这位神。这位是怎么样的神？他是恩典够我们用的。每一天，每一夜，每一分钟，每一个时刻，当我们仰望神的恩典，即便在患难中，我们仍然可以喜乐，因为我们的主他领我们进入他的恩典中。那最大的恩典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人类的罪孽，为你我而死，为你我提名祷告流泪，赐给我们无限的恩典。神没有要我们回报，但我们要起来回应。这也是我们还活着有一口气在的意义，因为人都是有限，人都要面对最后的死亡。这位主，我们仰望他，
我们其实不会焦虑，而我们反而是会聚焦，焦点在于神。当我们仰望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活着的意义，以至于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有平安、自由跟希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怀里，不再焦虑，不再忧伤，不再挣扎，使我们能够重建我们生命中内在的模式，让我们跟神跟人有连结。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用撒母耳记上最后的结局，我们看到扫罗的结局，也让我们想到我们每一个人最后要面对的人生的结局。死亡对我们来讲不是接受而已，不是忍受而已，而是透过我们思考死亡，让我们能够享受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怎么依靠主你，在患难中我们仍然能够赞美，在困苦中我们仍然能够喜乐，因为你的恩典满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活出主恩典满满的新日子，新盼望，新力量。我们明天见。